執齊行李準備返澳門啦！嚟到湖北行最後一日，我哋朝早到赤壁職業教育集團學校交流，落住毛毛雨，佢哋準備咗精彩嘅表演歡迎我哋，有敲腳盤鼓，有飲茶表演，仲有揈旗仔，最後仲有兩校一齊唱七子之歌。聽完領導喺車入邊唱喜歡你之後，蘿蔔館社娛樂景區敲鼓迎接我哋食中午飯。食完飯之後就活動一下，到濟華園滑雪場玩雪，呢度有負8度咁凍。不過其實嗰啲係冰嚟㗎。同學仔有玩冰上碰碰車，坐住滑板滑雪，有人用自拍棍掟雪球，仲有成班人衝上斜坡滑落嚟。啲人玩雪都玩得幾癲㗎。最後到咸寧北站坐高鐵返珠海。喺呢度感謝隨行行政老師對學生嘅悉心照顧，亦都多謝旅行社嘅工作人員準備咗咁精彩嘅旅程。最後多謝學校俾我哋欣賞祖國大好山河嘅機會。